师兄师姐、师弟师妹们，大家走呀！果然孙师姐还是那么耀眼啊！不会吧，除妖队的真的找上门来了？国豪，你说啥呢？你遇到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开心啊！不过就是过个生日而已，还要搞什么惊喜？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哇，刚才乱哄哄的，没仔细看，原来它的毛色这么好看。总部，亚洲拍卖品被盗走了，请求立刻对铁路沿线展开地毯式搜索。罗县长，丢雷真菌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卓修要找的是不是此物？亚视，给我下！看来你平时没少做这样的事。